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動漫者啊！哇，今次2026年1月新番個陣容呢，簡直係神仙打交啊！等咗幾年嘅神作續集終於回歸，仲有幾部新嘅黑馬隨時跑出。今集呢，就等我幫大家精選咗2026冬季必追嘅新番清單，唔想錯過呢，就記得睇到最後啦！即刻開始。接落嚟就係萬眾期待嘅芙莉蓮第二季，呢套嘢呢，要深度有深度，要感人有感人，要戰鬥呢又有戰鬥，要角色都有角色嘅，可以話係動漫迷必睇。而呢一套嘢其中一個名言呢，就曾經上過新聞，而新 PV 呢，已經展現到各種神作畫，可以話係不容錯過。接落嚟呢，就係新作推薦嘅時間，超時空輝夜姬由 Netflix 獨佔嘅原創動畫，本身呢，好多佢嘅原創動畫評價呢都唔係咁好噶啦，但係呢一套嘢嘅製作陣容太勁啊，不得不提。單單聽到初音唱嘅歌已經期待值拉滿啦，再請咗 Rio 40MP、K2Z 等等老牌 V+P 主作歌同翻唱出名 V+ 歌，加上開咗掛嘅動畫製作品質，就算劇情垃圾都可以當音樂翻睇啊！跟住落嚟呢，就係戀愛番推薦，相反的你和我Jump家嘅愛情漫改編啊！女主呢係人緣好好嘅小辣妹，而男主呢係面無表情嘅眼鏡男優等生。漫畫一開始呢，女主呢就中意咗男主，原因呢唔太同其他戀愛漫啊，係因為男主呢雖然冷淡，但係有認真聽佢講嘢，而且佢唔會刻意迎合其他人。而女主外向嘅性格呢，都係因為佢唔敢唔迎合其他人而扮出嚟嘅。最創新嘅係男女主呢喺第一話就已經起埋一齊，唔使等幾百話都冇進度。異世界番，憑你也想討伐魔王？問號，俾勇者小隊逐咗出隊伍之後啦，就喺皇都度自己一個生活。當大家睇到咁長嘅名，一定又以為係普通異世界退隊流啦。但係其實呢，內容係同一般異世界番完全唔同。首先，本作啦只係有女主角，係冇男主角嘅。女主角啦有一種反轉嘅能力，完全免疫詛咒嘅效果之餘啦，甚至可以當詛咒係 buff 咁樣用。大副作用就係治療魔法無效，而能力值咧永遠顯示係0，所以咧佢俾勇者小隊踢咗出隊之餘啦，仲俾人賣咗去做奴隸添啊！途中啦，佢救咗一個同樣係奴隸嘅細路女，兩個人呢就一齊走佬，為咗過上和平嘅生活，一同奮鬥。少數少女百合再加黑暗向嘅。好啦，今次呢一口氣介紹咗23部新番，唔知大家會對邊一套有興趣呢？歡迎下面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中意動畫嘅觀眾，就記得撳埋個訂閱同埋鐘仔啦，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新番快評推介啦，下次見。